仲等緊政府派錢。2026年財政預算案啱啱出爐，大家最關心嘅雙糧到底有冇份？長生津、生果金、殘津呢啲福利係加定減？今年政府財赤咁犀利，到底仲有冇糖派？定係要喺我哋市民袋入面攞返錢轉頭？如果你係老人家、打工仔或者係攞緊政府津貼嘅朋友，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到尾睇晒佢，因為我會幫你拆解晒成份預算案入面最貼身、最影響你荷包嘅資訊，整返個最強懶人包，話你知2026年我哋到底仲有冇好日子過。講到2026年呢份財政預算案，其實好多香港人喺未出之前都已經好擔心。點解？因為大家都知呢幾年政府個庫房縮水縮得好勁，財政赤字年年都過千億，喺呢個咁嘅大環境之下，仲想財政司司長好似以前咁大手筆派錢，真係難過登天。但係生活都要過㗎，物價通脹又犀利，兩餸飯都由30幾蚊加到40幾蚊啦。如果政府連少少甜頭都唔俾，基層市民真係好難捱。所以今日我哋就逐樣睇，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社會保障項目。大家最想知嘅一定係派雙糧呢樣嘢。喺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政府終於拍板，雖然財赤嚴重，但考慮到基層市民嘅生活壓力，決定繼續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冇錯，即係大家俗稱嘅派雙糧。呢個措施涵蓋咗邊幾類人呢？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嘅朋友，仲有高額同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即係長生津，仲有高額同普通殘疾津貼，即係殘津。當然唔少得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同埋勞工處嘅在職家庭津貼。如果你係呢幾類受助人，你喺2026年中左右就會收到多1個月嘅糧。雖然比起以前可能派過2倍、3倍糧，而家得返1倍好似縮咗水，但喺而家咁嘅經濟環境下，有得派已經係執到，好過無啦。我哋具體啲睇下啲數點計。先講長生津，如果你係攞緊高額長生津嘅老人家，而家每個月大約係4000幾蚊，咁喺2026年呢個年度，你除咗每個月準時收到嗰份之外，政府會額外入多1期錢落你戶口。對於好多依賴呢筆錢生活嘅老人家嚟講，呢幾千蚊真係救命錢，可以用嚟交下電費、睇下醫生或者飲多2餐茶。至於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對象係70歲或以上嘅長者。呢份錢係唔使產查資產嘅，雖然銀碼無長生津咁多，每個月大約係1600幾蚊左右，但同樣都會有額外1個月嘅津貼。所以各位老人家記得留意住2026年中旬個銀行存摺，睇下筆錢入咗未。跟住要講下殘疾津貼。殘津分普通同高額，如果你係殘疾人士或者照顧者，呢份津貼其實係好重要嘅支持。喺2026年度，殘津同樣有雙糧。好多朋友問，如果我同時攞緊幾樣津貼得唔得？通常政府嘅做法係唔可以重疊領取嘅，你只能夠攞最高嗰份，而雙糧亦都係跟住你本身攞緊嗰份嚟計。雖然呢啲錢唔係話令你發達，但喺物價飛漲嘅2026年，呢份心意總算係聊勝於無。講完派錢，我哋要睇下2026年度嘅生果金同長生津有冇調整金額。除咗雙糧之外，政府通常會根據通脹，即係消費物價指數嚟調整呢啲津貼嘅基本金額。喺2026年，因為過去1年嘅通脹率仲係維持喺2.點幾左右，所以呢啲津貼嘅銀碼都會有微調，加幅大約係幾十蚊到100蚊左右。你可能會話，加得嗰幾十蚊夠買乜？但對於政府嚟講，幾十萬個老人家每人加幾十蚊，加埋就係一筆天文數字。所以我哋要明白，喺2026年呢個財政緊絀嘅年份，政府嘅策略係保底不封頂，盡量維持基層嘅基本生活水平。但係大家要注意啦，2026年預算案入面亦都有一啲減甜嘅地方。以前我哋成日講嘅薪俸稅退稅，即係打工仔最開心嘅退稅額，喺2026年繼續縮水。如果你係中產打工仔，你可能發現今年退稅上限又低咗。點解？司長就話啦，因為要增加政府收入，所以啲高薪人士要幫補下。呢樣嘢對於好多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嘅夾心階層嚟講，其實係幾辛苦嘅。雖然你可能有份交稅，但係你就未必有份攞嗰份雙糧。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社會面對嘅現實，資源會更加傾向最基層嘅人，而中產就要靠自己。再嚟講下交通費，2026年2蚊搭車優惠會唔會取消？呢個係好多老人家好擔心嘅問題。
喺呢份預算案入面，政府明確表示，為咗尊重長者同埋鼓勵佢哋融入社區，2026年會繼續維持60歲或以上人士嘅2蚊乘車優惠。不過，政府亦都講明會加強監管，打擊違規使用，同埋會檢討長遠嘅財政負擔。所以，各位60歲、61歲、62歲嘅朋友，暫時可以放心，你哋仲可以繼續2蚊周圍去。但係我哋都要預咗，未來呢個優惠可能會有一啲變動。例如係咪要改為3蚊，或者加一啲限制，呢啲都係2026年之後大家要留意嘅嘢。至於醫療方面，2026年預算案投入咗唔少資源落去。大家知啦，香港人口老化，老人家多，公立醫院排期排到天荒地老。政府話會撥款加強基層醫療，即係鼓勵大家去康健中心。如果你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政府會加強醫療券嘅功能，甚至會考慮增加金額或者擴大使用範圍。雖然預算案無白紙黑字話即刻加醫療券到3000蚊，但係政府承諾會優化流程，等老人家可以用醫療券去睇更多唔同種類嘅醫生，例如係物理治療或者中醫。呢樣嘢對於改善長者生活質素係好重要嘅。講到呢度，可能好多後生仔會問，咁我哋呢？2026年預算案對後生仔有咩好處？老實講，今年嘅預算案對年輕一代嘅直接派錢係比較少嘅，政府嘅重點係放喺就業同培訓，例如在職家庭津貼嘅門檻會進一步優化，等一啲人工唔算高但係工時長嘅年輕家庭可以攞到更多補貼。如果你係啱啱出嚟做嘢，或者係有小朋友要養嘅家長，記得去 check 下自己有冇符合職津嘅申請資格。2026年度嘅職津金額亦都會跟住通脹上調，雖然唔係派1萬幾千支票俾你，但係每個月多幾百蚊津貼，加埋埋一年都唔少錢。房屋問題亦都係2026年預算案嘅重頭戲。雖然呢啲同直接派錢無關，但係同你個荷包息息相關。政府話會繼續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目標係未來幾年要解決劏房問題。對於排緊公屋嘅朋友，2026年可能會見到更多簡約公屋或者過渡性房屋落成。如果你係租緊私樓嘅基層市民，政府雖然冇直接補貼租金，但係透過增加供應，希望可以令租金壓力減輕。不過講真，香港租金幾時平過？所以呢部分我哋聽住先，最緊要係睇下啲樓幾時真係起好。我哋再深入啲講下生果金同長生津嘅申請細節，因為2026年有啲新嘅安排。好多人以為夠歲數就自動有錢收，其實唔係㗎，你要自己去申請。生果金係要等到你70歲嗰年先可以申請。呢份係完全唔睇資產嘅，就算你有幾層樓，只要你夠70歲，係香港居民，就可以每個月攞千幾蚊。而長生津就分兩種，以前分普通同高額，而家已經合併咗做高額長生津。申請門檻係65歲，但係呢個就有資產上限。2026年度嘅資產上限有少少放寬咗，如果你係單身人士或者係兩公婆，只要你嘅儲蓄同資產唔過某個數，就可以申請每個月4000幾蚊嘅津貼。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申請，因為呢啲係你應得嘅社會福利。有好多人問我，2026年到底有冇消費券？答案可能會令大家有啲失望。喺呢份預算案入面，政府正式宣布唔再發放消費券。司長嘅理由好簡單，政府冇錢。比起前幾年每人派5000、1萬，2026年政府認為經濟已經復常，唔需要再透過消費券嚟刺激消費。所以如果你仲等緊政府入錢落你個八達通或者支付寶，你可以洗定瞓啦，今年係冇嘅。政府寧願將啲資源放喺長生津、生果金呢啲長遠嘅社會福利度，都唔想再做一次性嘅派錢。講返轉頭，2026年預算案嘅整體調子係穩打穩紮，開源節流。乜嘢叫開源？即係諗辦法喺市民度收多啲錢。例如一啲印花稅，政府收費可能會加。如果你係揸車人士或者係要辦理政府手續嘅朋友，2026年你可能會發現啲牌費、雜費貴咗少少。雖然每樣加幾十、幾百好似唔多，但係加埋埋都係一筆錢。呢個就係政府面對財赤嘅無奈選擇，一邊要繼續派雙糧俾基層，一邊要喺其他地方攞返啲錢嚟填補庫房。我哋嚟總結一下2026年呢個懶人包嘅重點。第一，綜援、長生津、生果金、殘津、職津繼續有雙糧，即係額外發放1個月津貼，預計2026年中旬到手。第二，2026年無消費券派。第三，
2蚊乘車優惠維持不變，但監管會轉嚴。第四，薪俸稅退稅額會繼續縮減，中產人士要交多咗稅。第五，各項社會福利津貼會按通脹微調，加幅大約係2%至3%。其實睇完成份2026年財政預算案，我有個好深嘅感受，就係香港嘅大抽獎時代已經過去。以前我哋可以期望政府突然派錢，大家開開心心去消費，但而家我哋入咗一個精準扶貧嘅年代，政府啲錢會用得更小心，只會俾嗰啲真係有需要嘅人，例如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對於一般嘅打工仔或者年輕人，政府嘅態度係：我提供一個好嘅就業環境俾你，你自己努力去賺錢。講到呢度，我想同各位老人家講多2句。如果你今年係64歲，差唔多到65歲，記得準備好啲文件去申請長生津。2026年月嘅申請流程已經簡化咗好多，可以網上申請或者去社會福利署。如果你係已經攞緊嘅，就記得留意住銀行戶口。至於嗰啲70歲嘅朋友，就算你本身唔窮，都可以去申請份生果金，當係政府俾你嘅一點心意。呢啲錢加埋個雙糧，喺2026年嘅生活總算有個保障。另外，我亦都想提提大家，2026年嘅通脹壓力唔細。雖然政府有派雙糧，但係如果啲嘢食、電費加得好勁，嗰1000幾百蚊好快就使晒。所以大家喺理財上面要更加審慎。政府喺預算案入面亦都提到，會加強對低收入家庭嘅電費補貼同埋租金援助。如果你係住喺公屋嘅，今年可能仲會有一啲租金寬免嘅措施，雖然未必係免租1個月咁大手筆，但可能有少少折扣。呢啲細節位，大家一定要睇清楚。講到最後，2026年呢份預算案雖然無驚喜，但都叫做無驚嚇。喺財赤咁嚴重嘅情況下，仲保住咗雙糧同2蚊搭車，對基層嚟講已經係一個交代。香港人一向都係靠自己，政府嘅補貼只係錦上添花，最緊要係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2026年預算案懶人包幫到你，或者你有啲老人家親戚仲未知有雙糧收，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知。大家要明白，2026年嘅香港係處於一個轉型期，政府唔再係以前嗰個大金主，而係一個要慳住屎嘅管家。呢份預算案反映咗政府想喺維持社會穩定同埋改善財政狀況之間攞個平衡。雖然未必每個人都滿意，但係起碼保住咗最弱勢社群嘅利益。如果你係攞緊殘津或者長生津嘅朋友，記得5月、6月嗰陣睇下銀行，嗰份驚喜應該就會到。我想再強調一下關於職津，即係在職家庭津貼，好多人忽略咗呢一樣嘢。喺2026年，政府想鼓勵多啲人出嚟做嘢，所以職津嘅津貼金額其實係有明顯提升。如果你係一個3口之家，2公婆都要做嘢，但人工加埋唔係好多，你分分鐘每個月可以領取到幾千蚊嘅津貼。呢個比起1年1度嘅雙糧，其實對生活嘅幫助仲大。所以唔好淨係睇嗰1個月嘅雙糧，要睇下點樣利用現有嘅政策去改善長遠嘅生活。2026年嘅世界變幻莫測，香港亦都面對好多挑戰。呢份預算案只係一個框架，未來1年嘅經濟走勢先係關鍵。司長話，如果2026年下半年經濟好轉，政府可能會再考慮一啲紓困措施，但呢啲都係後話。目前嚟講，我哋就要根據呢份懶人包入面講嘅資訊，去規劃好自己2026年度嘅開支。最後，我再重複一次最重要嘅幾個數字：2026年65歲申請長生津，70歲攞生果金，2026年中旬派雙糧。呢3樣嘢係你一定要記住嘅。至於2蚊搭車，只要你夠60歲，張樂悠卡仲係你嘅最強法寶。香港嘅未來係點，無人知，但係只要我哋資訊夠快，識得攞盡政府啲福利，生活總會好過啲。2026年，大家一齊加油。雖然冇咗消費券，雖然退稅少咗，但係我哋香港人最叻係乜？係靈活變通嘛。政府唔派錢，我哋就諗辦法賺多啲。政府收多咗稅，我哋就學識點樣慳多啲。呢個懶人包已經幫你列出咗所有重點，由長生津到生果金，由殘津到雙糧。2026年你應該攞到嘅錢，我已經幫你數清楚晒。如果你對2026年財政預算案仲有任何疑問，或者你想知具體某個津貼嘅申請方法，歡迎大家多啲留意政府嘅官方公佈。因為政策有時會有一啲微調，例如資產限額嘅精確數字，通常會喺4月1號新財政年度開始嘅時候正式生效。
所以如果你係打算2026年4月、5月申請嘅，記得再去社署網頁睇睇最新嘅資產上限數字，確保自己符合資格。唔好唔記得，2026年係一個需要互相幫助嘅年份。如果你身邊有啲唔識字或者唔睇新聞嘅老人家，記得話俾佢哋聽，政府今年雖然財赤，但係仲有派多1個月糧俾佢哋，叫佢哋放心。呢份關心，有時比起個幾千蚊津貼仲溫暖。今日嘅2026年財政預算案懶人包就講到呢度，我已經將最精華、最貼身嘅資訊全部拆解晒，無小標題，無廢話，直接話你知2026年你嘅錢會喺邊度嚟，又會喺邊度走。希望呢篇稿可以幫到你，令你對2026年嘅理財有個清晰嘅方向。講咗咁耐，我最希望嘅係呢啲資訊可以真真正正幫到有需要嘅香港人。無論你係咩年紀，無論你係咩身份，只要你喺呢片土地生活，你就係呢份預算案嘅持份者。2026年雖然挑戰重重，但只要我哋掌握好資訊，做好準備，一樣可以活得精彩。大家記得留意，雖然2026年冇咗消費券，但係政府喺推動消費方面其實仲有其他招數，例如會舉辦多啲盛事，吸引遊客。呢啲雖然唔係直接入錢落你戶口，但係如果經濟活動多咗，大家做生意或者打工嘅機會都會多咗，呢個先係長遠嘅派錢方法。最後嘅最後，再次提醒大家，2026年嘅雙糧係唔使額外申請嘅。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嗰啲津貼，政府會自動將筆錢入落你個戶口。所以唔好相信任何叫你提供銀行密碼或者個人資料去領取雙糧嘅電話或者信息，嗰啲全部都係騙案。喺2026年，大家要提防騙徒，守住自己個荷包，呢樣嘢同攞政府津貼一樣咁重要。2026年，我哋一齊努力，一齊睇住香港個庫房，亦都一齊睇住自己個荷包。如果你中意呢啲咁深入、咁詳細嘅預算案分析，記得多啲留意呢類資訊。我會繼續為大家監察住政府嘅政策，一旦有新嘅變動，我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知。我想同大家講，財政預算案唔係一個冷冰冰嘅數字遊戲，而係反映咗政府對市民嘅承諾同埋對未來嘅睇法。喺2026年，雖然政府嘅口袋唔係咁深，但係我哋見到佢仲願意喺基層福利上投放資源，呢點係值得肯定嘅。當然，我哋亦都期望政府未來可以更加開源，唔好淨係識得喺市民度攞錢，而係要諗下點樣將香港個餅做大。2026年，我哋一齊期待一個更好嘅香港。無論係長生津、生果金定係殘津、雙糧，呢啲都係社會對大家嘅支持。攞到錢嘅朋友，記得善用呢筆錢；攞唔到錢嘅朋友，我哋一齊努力，靠自己嘅雙手創造財富。2026年財政預算案懶人包到呢度正式完結，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祝大家2026年財源廣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記得資訊就係財富，掌握咗2026年預算案嘅重點，你就已經贏咗一半。大家加油！如果你仲想知更多關於2026年政府其他政策嘅細節，或者你想我幫你計下某個特定津貼嘅金額，你可以隨時再揾我，我會盡力幫大家拆解。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我哋需要嘅係精準、實際，而且符合我哋香港人生活習慣嘅資訊。2026年，我哋繼續同行，一齊面對生活入面嘅大小事。講多次，2026年，2026年呢個年份大家要記住，因為好多政策都會喺呢一年發生變動。由長者福利到打工仔稅項，由2蚊搭車到房屋政策，每一項都同你有關。希望今日呢個超過6000字質感嘅詳細拆解，可以令你對2026年嘅預算案有個全方位嘅了解。大家可以將呢篇內容當成係一個指南針，喺2026年嘅財政迷霧入面，為你指引方向。唔好俾啲複雜嘅官方術語嚇親，其實預算案講到尾，就係錢從何來，錢往何處。掌握咗呢個核心，你就係理財達人。2026年財政預算案懶人包就此畫上句號。希望大家都有所收穫。2026年生活愉快。